秋霞，第5个生落来要号什么名啊？我看也是你做主好啊。叫彬彬好无？阿明，彬彬歹出的时阵是我错的，即马较大汉啊，以后嘛看袂着啊。阿明，我安尼做，你莫怪我。焕伟，幼玲，嗯，你奈无甲爸爸妈妈做伙去？我你毋是真赞成因去领养一个囡仔？焕伟，爸迄种性地，谁讲会顺车？那安尼，你是安那要考劝我，莫去承认迄个囡仔？我是惊你甲爸发生冲突啊。卡叔讲今仔日带转来，已经造成事实。你讲是要安怎？你心肝内一是会用莫承认迄个囡仔，就当作伊是亲情的囡仔、朋友的囡仔，安尼是毋是共款？焕伟，咱两个是翁仔某，这2年来，我毋捌离开你半步，你应该相信我是为着你。你莫甲我讲这个啦！我感觉你观念伤老，一点仔都无像现代的女性。你无义务照顾我一世人。你走，你想我即马就走。焕伟，你唔免烦恼我，照顾我的人满满是啦。我是光明正大嫁来恁兜的，我袂用讲走就走。我问你，假使讲阮爸妈把囡仔抱转来，交互你饲，你是照顾迄个囡仔，还是照顾我？你讲啊！我拢会照顾。哼，你阁真敖啊！世间的查某拢是共款的，这是天生自然的。翁甲囡仔拢是共款重要。啊，毋过，迄毋是我的囡仔啊！假使讲爸爸妈妈将囡仔交予我，我毋敢提死。我敢唔接受，你是安那唔敢？你反抗因100摆，因2个都会原谅你，迄是因为你是因的后生。我是要安怎甲你比呢？我只是恁兜娶入来的新妇，事事项项拢爱做好，袂用有一个顶担。若有顶担，会让记规世人，无人会原谅我的。焕元，你为啥不替我想看卖？阿公袂当保护恁啊！阿公老啊，已经无路用了。爸，边边带走啊！阿姨敢有哭？小看，爸，这风头，咱转去啦。今仔日袂阁有人来接囡仔，我知影，你只有唔甘的，你嘛袂忍心看到囡仔缀人走。爸，是
手下。爸，舅啊！冰冰啊，冰冰啊，莫乱走啦，莫乱走。阿五啊，妈妈，阿五啊，妈妈，甲老爷添一杯烧茶，喝一杯冰水。哦，妈妈，妈妈，冰冰乖哈，乖哦。我要睇妈妈，妈妈，冰冰啊，爱乖哦。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冰冰乖哈，冰冰乖。妈妈。阿婶，唔通哭紧去，甲冰冰洗一下身躯，洗完三杯仔粉。你看伊啦，哭甲拢起杯啊！我会甲伊照顾啦，我带规世人囡仔，太太你放心啦。唔通哭，搁哭试看觅。阿桑啊，啊细声咧，莫安尼大细声了。你遐尼大声哦，会去吓惊着囡仔。我知影，少爷是我带大汉的呢。太太定定甲我讲，爱用爱的教育。莫哭啊啦，乖，莫哭啦。好啊好啊，唔通哭，搁哭，甲你讲死。爱乖乖哦，我会倒汽水互你啉。爸爸会睇妈妈。我甲你讲，对今日起，你会有一个新妈妈，你爱听伊的话，啊若无，甲你电到金死死。什么爱的教育？哼，囡仔惊恶人，一直甲你笑，你搁哭，你搁哭，你试看觅，我着用我的老母，我着唔相信，我一世人无你的话，我着白活啊！冰冰，衫脱落来，洗身躯啊！彬彬已经点完呢。是啊，这经验吼上重要啊。范源是阿桑自细汉带大汉的，所以甲阿桑相亲，将来彬彬嘛是共款。哦，对啦，甲我讲一下吼，唔通袂记着，甲迄个户口成本吼交互林律师去办理领养彬彬的手续。将思念轻轻放，将思念轻轻放，温暖的阳光满心房。星星一眨眼，人间数十寒暑。秀秀，秀秀啊，秀秀！大哥阿姐，玩玩，不会，好啊啦，你这所在有够歹找啦哈！好佳在啊，总算找到啊！徛好徛好。立正，笑看齐，向前看。报数，金毛三四。来，彬彬嘞？是安怎啦？恁大家等拢唔讲话。谁叫你唔较早来？彬彬今日早起去人带走啊？你昨是安怎那唔来？哎呀，阿杰吼本来是想要昨来啦，也毋过阿杰吼为着要拍2出戏，这一出戏吼是1800，2出戏3600，靠360块的所得税吼，还阁剩3240块。大哥阿姐，你即马搁咧算啥物笑啊？哎呀，阿杰想要加趁寡钱，互恁买物件。阮即马啥物物件拢无爱，阮干那要爱冰冰。来，配啊！哎呀，配。
伊是安怎啦？老李，老李，老李，秋霞，伊是阮爸爸，阿伯你好。伊是阿明的好朋友，伫个台北，阮住同一间厝。哦，李先生，我有听秋霞甲我讲啊，讲你真疼惜这几个囡仔。对，我就是来看囡仔的啦。多谢你，秋霞，恁豆豆啊讲哦。秋霞，老实讲啦，我对你真无满意。你根本是看我无起嘛？你认为我无才调饲弯弯？对啦，做演员的吼是无固定的收入，不过嘛无看到像要死啊。老李，你甲阿明是好朋友，我嘛是为你设想啊。你罗汉卡生活关系啊，拍戏无眠嘛无日，囡仔若是第二，嘛是一个负担啊。甲弯弯一个人囥伫个厝内，你嘛袂放心。你若是有一个某，我一定甲弯弯互你。你滚生笑！但我即马几岁啊？要去倒生一个某出来啊？年岁大更加需要，人毋是讲少年翁仔某老来伴。妈咪啊，妈咪，妈咪啊，妈咪。是咧创啥？阿琴啊，拜托，声音放较细，妈咪的心情咧无好啊。迄有啥物要紧啊？你较早甲我讲就好啊。大家人吼心情拢也有无好的时阵啊。啊，是。请养囡仔一场空，无伫个感情，都毋是你的。咱今仔日哦，出来行行的。不爱去啦！天气袂歹呢。啊，都不爱去啦！哎，啊，你毋是爱骑脚踏车？今仔日我无兴趣。啊，无来拍球好无？不爱去。海边啊，游水。不爱去。哎呀，妈咪啊！你思念囝儿，囝儿无一定会想咱啊！你安尼，敢毋是咧甲家己激气啊？爹哋，你马上写批互布地王太太。我决定要领养伊个大查某囝。秀秀养去娘家，我上放心。你娘家咧做啥？本来是香港的华侨，回国定居的。娘先是伫香港是教册，即摆嘛退休啊。哦，伊无囝儿哦。有，后生查某囝拢伫个美国，娶某的娶某，嫁人的嫁人，真少见面。两个老的足寂寞的。即马即种人哦，真多啦。你即马知影我甲几个囡仔是安怎安排的？你看安尼是毋是有妥当？会用是会用的啦，就是收养圆圆迄个姓周的吼，我还是有淡薄仔袂放心。我想即摆吼，等我倒去台北以后，再过来甲拜访一下。等一下写功课。算落来都麻烦你啊，多谢哦。哦，大嫂。大嫂。
你有这款的大嫂，恐惊这个家无法度搁大。阿爸，迄个人伊是秋华什么人啊？那年岁遮尔啊大，搁缀秋华叫我大嫂。伊就是秋霞伫台北，甲因住一间厝的迄个人啦。啊？哟，秋华搁不遮厉害嘛？翁死去就还袂2年，马上就去斗着一个做演员的哦。唉，讲到因台北人哦，实在是乌白来啦。阿英啊，秋霞毋是迄种人啦。我警告你，别莫乱讲话，伊是我客爸。啥物？恁客爸？阿爸，你有听到吼？若是因2个真正无啥物，是安尼要收冤冤做客查某囝？阿哥。好，乖哦，乖啦哦。婉婉啊，你莫生气，只要阿公相信恁妈妈是清白的，安尼就好啊。彬彬真正送走啊！你甲台南也甲地址互我，我要来看彬彬。大花姐，拜托你把这个布王啊摕予冰冰，你要甲冰冰讲，我甲东东、婉婉、佩佩拢足想伊的。祈祷的人儿啊，许一个全新的愿望。吵死啊！莫阁耍啊！狗囡仔，对透早就耍到即马，你拢袂忝哦？叫你收起来有听到无？囡仔人爱耍，你甲伊结什么气啊？范员，咱收养彬彬，我绝对袂后悔。彬彬愈来愈高水啊，你无感觉哦？恁感觉古锥，我感觉讨厌啦。范员，囡仔要哪会讨厌？你只要对伊好，予伊爱心，你就会感觉伊古锥，你就会介意呀。无感情，要哪会介意？根本就无可能。范员，你莫安尼讲。什么是感情？时间久啊，都有感情啊。饲猫啊、狗啊，拢会有感情，何况伊是一个囡仔。玉玲，陪范员出去透一下气的。
安娥，安娥，少爷，什么代志？你去叫我的传车啦，我要出去。你是来创啥的？我是来看彬彬的。你是什么人？哦，我是因爸爸在生之前的好朋友。阮兜已经舞了真袂平静啊，请你转去，无啥。啊，你真嚣摆！你唔知我对台北来哦。伊是啥啊？哦，伊是阮兜的少爷，也就是彬彬的爸爸啦。啊，手下是目睭去互喇叭鼓着，哪会替彬彬找一款爸爸啦？哎，这是彬彬的阿姊，要互彬彬的啦，伊一定会介意。你摕你要互伊啦。冠冠，你心肝内有较爽快无？玉玲，歹势。玉玲，我的性地变了真歹，你要原谅我。不管你安怎，我拢袂怪你的。玉玲，你虽然对我真好，一直陪在我身躯边，啊，不过我嘛是感觉真孤单。唔知影彬彬困啊未？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！小夏，小夏，囡仔拢困来哦。恁阿嫂这个人哦，实在有够苦，无事找事啦。不要紧，我袂甲伊计较。一个讲着伊哦，我就规百岁啦。你看，这两天还阁有啥物人会来接囡仔啊？可能是台北细娘的老翁仔某。伊有写陪来哦。嗯，那安尼，伊是来接谁啊？我煞袂记啊。是来接秀秀的。饲甲这大汉，实在无简单。秀秀伊有讲，伊若去到人兜，也是会定定转来看你。
敢有来甲我看，迄拢不要紧，只要伊去牛教，会当过了好，我就放心啊。来啊啦！是啥啊？你是？我说你，小名叫做金梦啊，我是台湾电视公司的小演员，录戏录通宵拄落煞啦。为着婉婉的代志，我想要来拜访一下周小姐。你知影我姓周哦？唔知影我要来干来啦。你敢是要收养王家的查某囝婉婉？我是婉婉因老爸在生之前的好朋友，嘛会当讲是也敢互恁之一啊。所以我想要来看卖周小姐厝内底的环境啊。来得坐啦。因妈已经来过啊。我知影。你敢有替婉婉准备房间啊？有啊。敢会当互我看卖者？会用啊，也毋过还未布置好呢。真好，你的条件比我好真多啦。你有资格收养婉婉。思念轻轻放，将思念轻轻放。温暖的阳光满心房。清醒一转眼，人间数十寒霜。陪你来迄个查某囡仔袂歹哦，啊？妈，你讲赵敏啊？对啊，赵敏看起来真乖呢。傻傻去，即摆查甫囡仔哪有乖？恁是安怎熟识哈？阮两个是同一间学校，只是无共系。也毋过，阮两个拢参加同一个社团，所以接触的机会有较侪啦。因兜开货运行哦。有几台破车。因兜阁有啥物人啊？只有因妈妈，伊是孤囝。哦，你敢捌去过因兜啊？有去过。你有看到因妈妈无？有。因妈妈是毋是看到后生带一个女同学转来，真欢喜啊？才无咧。啊？好佳仔赵敏事先有甲我讲过，因妈妈对任何查某囡仔拢真冷淡。迄天哦，我甲赵敏去因兜，赵敏伊叫我先坐一下，搁开汽水来招待我。你要啉倒一种？妈，我回来哦。我马上落去。听伊妈妈家应的声，真欢喜。赵敏就摕伊的相簿互我看。这是阮爸爸。恁爸爸过身了？无，甲一个查某走去啊。走啊，就准拄煞。当然是准拄煞。啊，毋过阮妈妈讲了嘛对。假使若甲人找转来，心也袂转来，嘛无路用。我迄阵啊吼，还阁少岁，代志是毋是安尼，我嘛无解清楚。妈，这是我的同学彭素谦。阿姆你好。这读册的学生，无好好读你的册，讲恁爸爸创啥？恁爸有啥物好讲的？我的意思是，互人知影，阮妈妈真了不起啊。无聊。妈，素贞因兜是伫美浓做纸线的，真出名哦。伊专工吼炸鸡来送恁的。
这个吼是我约定的同学啦。细汉时阵哦，我拢甲牛问买啊，结果吼伊若哭，就来阮兜甲我妈妈斗啦。头家娘啊，你是不是有答应迄个上山迄细红的，讲要洗车运啊？对啊，我甲伊讲9点未到。哎呦，即马拢11点啊呢，你哪会阁踩伫遮啊？哎呦，我就咧修理迄台东公仔车啊，若无修理好势吼，路一定要调车啦。哎呦，你应该敲电话甲咱讲一声啊！有啦，伊拄啊吼，搁敲电话来催呢，我就甲讲啊，暗时要出山啦，你先啊就较准时咧。别，你安尼，咱是要安怎做生意啊？今仔日是15呢，你一定要拜拜哦，要是无发生代志吼，所有人哦是你头家娘啦。看到无？迄就是我讲的蚵仔嘴倒的啦。伊迄个妈妈哦，真歹斗阵。囡仔人袂当乱批评大人。连赵敏家己嘛是安尼讲啊。我看吼，问题出伫迄个雨伞，人拢讲送伞唔好啊。是安怎？伞哦，就是粉伞，袂当做火啊。哎，好啊啦，好行啦。赵敏的车吼已经发动咧等咱啦。哎，是啊。哎，头家。等我个后生接回来，唔通袂记替我放炮啊！哦。啊，头家。妈，顶解迄个替咱搬出去的赵阿姨讲，骗家人已经来呀。来，这罐茶啊，替我摕。买遮侪茶啊，要创啥？恁一人一个，通好缀恁的物件。妈，到底是要安怎？我嘛唔知影要安怎才好。安尼就莫甲东东讲。妈，安尼好无？就讲赵阿姨要带去算几工啊？唔好。啊无就互我，或者是弯弯陪去大几工啊，才搁转来。哥哥，你走出来创啥？哥哥，妈甲姐姐拢无伫咧，你唔去招待人客，真无礼貌呢。你啥唔啦？你想遮尔济办法，拢无啥透动，我感觉不如直接甲东东讲。伊敢会答应？你袂记顶个叶家来接冰冰的时阵？害你添一个倒几工？妈用讲道理互伊听。伊上个阿爸，伊则袂听你的咧。妈，妈，妈会跪落来甲伊求。素倩啊，伊互咱等遮尔久，敢会有问题啊？我唔知影。伊是毋是超过伊闪骗人嘛？你放心啦，王太太毋是这款人。讨厌，你紧转去啦！
是阮的车，你莫摸啦！我就是要摸，啊无你要安怎啊？特董，这是阮兜，你走啊！这是阮阿公因兜，我就是无爱走。袂见笑，阮妈讲哦，恁早晚一个拢爱离开啦。你两个到底在创啥？东东，你是安怎唔听话，定定互妈妈烦恼？东东，妈伫甲你讲话，你哪这款态度哈？秀秀，等下再搁讲，咱先入来厝内招待人客。王太太，因已经来有一阵啊呢。啊，请坐，歹势，互恁等遮久，坐啊。阮食到你的批哦，实在是足欢喜的啦。早就想要来遮，才东东啦。啊，毋过所请因爸爸讲哦，爱先准备一个。是。阮爸吼将东东大用的甲穿的拢穿好势啊。听伯阿伯讲吼，伊搁拜托美容国校校长，等后学期开学哦，甲东东安排一个好班哦。啊，多谢恁真用心。对啦，拄则哦，我看东东哦，伊伫遐咧人双节棍呢。大无囡仔哦，拢嘛爱算这。是啊，我是讲吼，伊人了吼，伊还阁不了有班咯。爸，你是毋是要替东东找一个国术师傅？用的啊，练这身体哦嘛是好事啊。嘛莫甲伊成歹啊，东东足皮的，嘛阿爸，也毋过心肝真软，嘛也阁知影友好。好，知影友好吼，就是好囡仔啦。偏先生、偏太太，我甲批嫁出去了后，又阁想到两项代志，所以我想要当面阁甲恁参详一下。王太太，有啥物代志哦？你做你讲啦。你是因妈妈，我嘛是因妈妈。虽然哦，我无读过册，啊，毋过我对照顾囡仔真用心呢。就讲哦，阮查某囝素千啦，若毋是我够照顾，伊哪有法度遐尔顺利考到大学？这我看会出来。也毋过东东是一个查甫囡仔，又阁是阮兜的长子。若是恁无见怪，我希望每一年因爸爸做记迄一天，能互伊去因爸爸的墓前去念一下香。会用的，无问题啦。一个人吼是毋是有友好，就看讲伊是毋是会忘本。多谢。另外，还阁有一个问题，无得卡是我烦恼了伤过早，也毋过我袂用无即马先讲出来，嘛是想要甲恁参详的。王妈妈，你莫遮尔客气啦。阮爸妈拢是好人，你若是有啥物话做你讲袂要紧啦。有一天，东东大汉啊，一定会成家立业。我希望伊生的后生，会当有一个姓王，传阮王家的香火。这有啥物问题啊，王太太？阮哦是帮你的福气呢。将来恁兜的囡仔替阮平家生一个孙，对咱哦拢是好代志啦，这当然无问题。多谢，想袂到恁遮尔开明，我来去叫东东。平阿伯，平阿姆，我是东东的阿姊。平阿伯，平阿姆，阮小弟有当时无啥听话，啥物人甲讲拢共款。万一伊若使性地讲话较歹听，请恁原谅伊。无问题，无问题啦。多谢，多谢，多谢你。祈祷的人儿啊。东东，东东，东东，
东东，东东，东东，我知影，你讨厌我。东东，你哪会安尼甲妈妈讲这款话咧？本来就是啊，爸爸搁伫的时阵，就是我互人拍到上跳。你唔对啊，爸爸偏心，因为你是头一个查甫囡仔，所以上疼你，对你的管教嘛较严。爸爸拍你是爱你，你哪会用讲是讨厌你呢？妈妈甲你生落来，过无几工就抱倒转去，汗流来啊，足寒。你规暝拢伫下哭，恁爸爸唔甘，抱着你行来行去，有时阵抱到天得要光啊，等你困啊，恁爸爸才洗面，赶去送报纸。你一工一工大汉，足够食。牛奶粉又搁足贵，妈妈着做按摩，一喙啊一喙啊饲你。恁爸爸转来了后，看了足无欢喜的。秋霞，我讲会买牛奶粉转来，就会买转来啊！啊，你是哪饲囡仔食按摩咧？囡仔遮尔大汉啊，会用食按摩啊？你想看卖，当初秀秀嘛是安尼啊？哎呀，伊是查甫囡仔呢，查甫囡仔咧饲哦初育，等若大汉哦，若去做工嘛较有气力啦，对无？东东，爸爸敢无介意你？妈妈敢讨厌你？你甲姐姐比起来，你比伊搁较幸福。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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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遐个人就讨厌的，要甲哥哥带走，咱都无哥哥啊。贝贝，你真惨呢！你会当卖讲话无？我讨厌嘛，我无欢喜嘛。阿姊，咱两个做伙去甲因赶走，好无？阿姊，你无爱去，我家己去哦。妈，秀秀，你去甲东东的衫仔裤收收的。唔免啦，我家己来。大姊，咱去甲外口的人拢赶走，好无？恁三个人拢出去啦！贝贝，婉婉，咱出。妈，我求你答应我一件代志。你讲，妈啥物都答应你。妈，你的身体无好，上好将大姊留落来甲你照顾。妈，再见。东东。东东，你做你去免烦恼，
妈妈会好好照顾家己。妈，这是查某歌呢。囡仔人无分查甫查某，我无啊，互姐姐啦。姐姐嘛有啊，你每一个人拢有一条。恁用转去啊？妈，嘿嘿嘿，总算找到啊啦！嘿嘿王太太，老先生、老太太，嘿嘿嘿，恁等一下，我先送人去。好，无要紧啦。佩佩啊，你敢也会认得我？我是什么人啊？你袂记啊？遐，我有是足济啊！以后你就要叫我爸爸啦。我不爱。佩佩，佩佩。文文，麦克，你伫咧哭啥啦？你查某囡仔上爱哭啊？佩佩，莫惊，哥哥嘛唔走啊。咱什么人都莫离开妈妈。东东，平界人拢足介意你呢。想啦，我无爱离婚人介意我。系啦，比比上惊等话讲。因为我感觉吼，我甲你吼足有话讲的，所以我想吼，若是替阮先生安排一个头路，应该毋是足困难的，你讲对无嘛？寂寞的晚上，海风作伴，心飘向远方，一人的模样，想飞到他身旁，乘着风的翅膀，心情像空洞的月亮。黎明的笛声响，划破这寂静的晚上。祈祷的人儿啊，许一个全新的愿望，将思念轻轻放，将思念轻轻放，温暖的阳光满心房。